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合法》，我是民族。今日呢，民族我带领大家来参与个做琉璃工艺的熬人哦。今日呢，我就听听佢来合作两个拍店。Hello， 老师你好。哦，你好。老师你好，老师，请问你现在在做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做琉璃珠。听说你这边有做让人家手工 DIY 做这琉璃哦。可以啊。那老师，那你带我去 DIY。左手拿这个 Yeah 这个拿玻璃棒，玻璃棒最前面的地方把它燃烧，慢慢的放进来最前面的地方。它烧的时候，它就会因为受地心引力影响，它融的地方就会往下坠下来，你就把它再翻转回来。好，开始在火里面旋转，前后旋转。第一堂课可以卷上去，就是很厉害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老师，我们今天刚好有任务在，要教观众朋友呢讲客家话，也就是项链。项链的话，老师您会怎么说呢？盘链。盘链没有错，项链、钻石、珠宝类的啊，好像也有很多拿来做这个琉璃啊、玻璃来做一个饰品品上。对，真的，而且可以给它一些意义嘛，它就会变得更流行。那今天流行呢，也是我们今天要教观众朋友讲的一个词。那流行四线腔的讲法就是四行。四行。我们在挑战教大家讲一整句的客家话。可以的。用琉璃设计来制作项链，用玻璃设计来做拍链，用玻璃设计来做拍链。没错，讲得很好哎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跟老师学这个琉璃，也就是玻璃设计。你会发现，这个手啊，真的要是非常巧，而且要有艺术的天分，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作品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项链，拍链，拍链。第二个呢就是流行，四行，四行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。用琉璃设计来制作项链，用玻璃设计来做拍链，用玻璃设计来做拍链。有空大家也可以来学学看这样子的 DIY， 你会得到不同的乐趣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